什么鬼？你先看看这个菜单，喜欢吃什么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吃什么吃啊？我气还没消呢。小魏女神，您就看在我今天特意挤出来时间，并且锲而不舍地给您打了12个电话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妍希呀，小子在，你最近是不是发大财了？怎么可能呢？绝对没有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以前可是一毛不拔的呀，怎么舍得来这种地方吃饭？还不是为了得到您老人家的原谅吗？所以我痛下血本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这话我爱听，再多说几句让我听听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跟我这样的人一般计较。你这样的哪样的人啊？小人。还有呢？梁小飞，你太过分了啊！不要给你3分颜色就开染房好不好？爱点不点。服务员，2份蔬菜沙拉，2杯白水。你看看，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吧？凶恶的獠牙露出来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一点诚意也没有。服务员，点单。我这床早上刚铺好的，怎么又乱了？哎，露露，哎，下来帮我一下。哎，来了。这个贱人肯定是把东西放在身上，怎么办呢？怎么样，薇薇女神？吃饱喝足了，这回您的气儿消了没啊？看在这次你略带诚意的份上，勉强消啦。哎，说起来啊，这家菜是贵，但是口味不错啊。口味当然不错了，你也不看看牛排多少钱一份，我心绞痛都犯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你一会儿不着急回家吧？不着急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逛街啊，还怎么了？又逛街？是，去不去？一定要陪我。我腿都快断了。跑不了。走吧，亲爱的，我等不及了。快点儿，走了，逛街街了。好。顾西城家里的，不会这么巧吧？苏妍希，你有点诚意好不好？是你说过要陪我来逛的。我今天不是一天都在陪你逛吗？你看看我脸上只有2个字：诚意。好了，那你说我这件衣服是扎起来好，还是放下来更适合我呢？扎扣吧，来了，请杯菜迎接。哎，店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还在换衣服呢，你们走什么呀？这位客人您有所不知，今天我们集团总裁过来巡店，但这并不影响您购物。如果您有什么喜欢的或者合适的，你可以继续挑选和试穿。祝您购物愉快，谢谢。总裁，妍希，他们说的那个 SL 国际百货的集团总裁，是不是新闻上说的那个花花公子顾西城啊？不知道啊。好想去看看他传说中的老婆是什么样的，这么好命，我要去看看。
我要去。人家老婆场面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来，我这件不是你这有看一眼，就一眼好不好？就一眼。来，你先去试试。帅哥，帅哥，好好试衣服。这里要重新装修，这家店的灯光再调得亮一点，这个广告牌子要重新更换。顾总好，这家店装修的不错啊，进去看看。欢迎顾总莅临指导。把头都抬起来。你的头发太乱了，弄整齐一点。你的发型不错，皮肤也还可以。你的皮肤不太好，下班之后多敷一点面膜。整体还可以，不错。谢谢顾总。什么鬼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么巧啊！妍希，哎，你说这件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嘛？锦溪，你朋友啊，介绍一下吧。锦溪，对，我是她闺蜜，我叫林小薇，你叫我小薇好了。你好，我是顾西城，我是她老公。老公，老公。你好，老公。不是，你好，郭先生。你是不是肚子又不舒服了？我陪你去洗手间好不好？走。不是，没有。等我们一下哈。记得。不是，哎，快！我别硬撑着。你，哎，我没事。哎，怎么穿锦溪了啊？他什么时候变成你老公的？你老公什么？闭嘴！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心里现在有1万个问题想要问我，今天之后我会一个一个的跟你解释清楚。但是现在你必须要陪后演一场戏，一会儿出去之后你就说你要走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家里有事必须要走。你这么英语聪明，肯定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快走！哎呀，走。一会儿你们去哪儿？我让司机送你们。不用了啊，我呢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
你说好陪我一天的，有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？家里有事儿嘛，你就既然你闺蜜有事儿，就让她回去吧。就是。这里，谢谢，亲爱的，记得联系我啊，改天请你俩吃饭，当是我赔罪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拜拜。你这个闺蜜还挺有意思的。看上了是不是？要不要我给你修个眉啊？这位姑娘，你老公我已经从良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走了。去了？放哪儿了？难道在家里？这个锦溪干嘛去了？安，进来一下。我下午有什么安排？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施工坍塌的问题，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回家一趟。哎，可是顾总，让常志成去参加，他自己捅的娄子，自己解决。
到拐角的王奶奶家，给我拿2瓶酒。爸爸，我还要写作业。学习，学习有什么用？给我拿酒去！赔钱货，在家里谁都不听话。妈妈，你看，妹妹真的不要我了吗？很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。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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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锦溪。西城，西城，锦溪，你醒了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。啊！啊，方叔，快，锦溪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哦。少夫人醒了。方叔，发生什么了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那天要不是少爷临时回来拿文件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您的身体，已经在病床前守了3天3夜了。我睡了那么久。啊，方叔，你赶快让西城回家休息，别让他在医院待着了。常医生，您过来看一下。锦溪，医生来了。贺小姐醒了。胡少，既然贺小姐醒了，就说明没事了。她现在只是比较虚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正好她醒了，我想问个问题。好。贺小姐，我想知道那天你都吃过什么东西，见过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呢？顾少，我们在贺小姐的血液检验报告里发现有迷药的成分，我们怀疑是否有人蓄意将含有迷药成分的制剂喂食给了贺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常医生，您先去忙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锦溪，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家里有没有来什么人？
那天中午家里没有人，我睡醒觉以后就下楼了。牛奶，我下楼之后喝了一杯牛奶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少爷，我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进来。常总。啊，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我来是想问问您，上次长城电子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？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我这为好。没事儿的，顾总这几天都不在公司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？怎么了？总裁夫人受伤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就是顾总一直都在医院，根本没空来公司。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什么事儿？您尽管说。把顾西城最新接触的几个案子资料还有客户联系人拿给我。常总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